歡迎大家嚟到星期二得道節目。好啦，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我係 Johnny Fox。好，我哋今日繼續嚟到2026年嘅3月1號啦。好啦，今日係星期日啦，亦都嚟到係3月份。因為2月比較短啲。好啦，其實農曆年咧都仲未完噶，因為咧嚟緊就快咧係元宵，將會係星期二。好啦，連農曆年都仲未完，咁真係咧出現咗對於個世界上邊追求咧係自由同民主嘅人，好可能咧出現咗就係今年咧最大嘅獎品噶，因為呢個伊朗咧就喺今天就係咧正式咧被打爆噶。好啦，然而仲有好多咧係叫做五毛同埋藍絲對於呢一個咧係伊朗係留有後手，咁咧都仲係抱住咧極大咧嘅期望噶。咁到底係咪真係仲有最後希望呢？因為呢一個咧新華社喺早前亦都咧不斷地報道就係話咧呢一個咧伊朗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仲未死噶，即將就會現身發表咧講話噶。好啦，真係犀利啦！隔住咧咁遠，好似咧好掌握個情況。咁樣咧轟炸法，恐怕咧就係伊朗自己都唔夠膽咧公布，仲話要出嚟咧發表講話。咁到底其實仲有冇希望呢？咁主要嘅希望咧都係喺啲藍媒同埋啲藍絲咧，尤其是啲冥頑不靈嘅藍絲咧嘅想象入邊。不過我哋仍然要同大家係詳細分析呢一個消息噶。一個消息咧喺網上邊咧流傳住噶，亦都有咧係照片係去支持呢個講法。好啦，咁係咩事咧？話說咧，其實喺而家呢個戰爭爆發咧之前，就係流傳住噶，就係話咧竟然有咧係伊朗嘅客機，係伊朗航空嚟噶，竟然咧係忽然之間有一班機咧係去咗咧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特別行政區澳門噶。好啦，咁點解會引起咁大嘅係猜測同疑惑呢？因為咧原來翻查翻資料，你就會發現呢件事咧好唔尋常噶。因為呢個伊朗航空並冇航線咧係去澳門噶。好啦，因此俾人咧係拍攝到，竟然喺澳門機場發現一架咧係伊朗航空咧嘅客機，就顯示呢件事咧係絕不尋常噶。加埋咧係近日預備可能會有咧軍事行動，因此咧就好多人咧猜測會唔會係有呢個伊朗嘅高層就係首先知道唔對路，係第一時間咧拔足而逃噶，逃亡離開伊朗咁咧就去咗係投靠呢個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噶。咁所以就出現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領土入邊，即係澳門特別行政區啦。好啦，咁呢個講法咧，亦都喺網上邊咧廣泛流傳噶，亦都有咧係照片係清晰咧係拍攝到伊朗航空咧竟然係出現喺咧澳門咧嘅機場入邊。好啦，根據咧過往嘅經驗，如果呢啲咧係叫做獨裁政府，係即將面對可能係個政權係被瓦解。咁多數啲政權被瓦解都係同呢個美軍嘅攻擊咧有關。其實咧最近咧嘅種種行動亦都咧係奠定咗新嘅係示範。就係如今咧嗰啲獨裁者想利用嗰個叫做國家遼闊嘅領土啦，人肉擋箭牌啦，即係用大量嘅人民作為武器，挾持住大量嘅人民，話要反美。伊朗叫陣反美，就同中國大陸相比，仲要更加犀利。你睇下，諗住咧匿喺咁多咧伊朗嘅人民嘅背後，咁個結果亦都相當之明顯，就係佢咧係無法匿。咁而家咧係奠定咗咧新嘅示範出嚟，即係話呢啲獨裁者係想喺度匿埋，跟住又或者咧係逃亡去到外國。咁咧通通咧都係失敗收場噶。因為而家咧邪惡軸心國家越嚟越少，其實你能夠去嘅地方真係相當之少。得翻俄羅斯，仲有中國大陸，伊朗都唔匿得。好啦，根據過去經驗，如果有事發生，啲獨裁者咧第一時間咧流亡。呢件事係有可能。更多嘅時候就係佢哋想逃亡嗰陣時，就係咧葬身喺途中噶。好啦，喺個時機上邊，伊朗航空突然之間喺澳門咧出現，其實咧真係相當之不尋常噶。不過如果呢一架咧伊朗嘅客機係真係載住，但係伊朗
嘅軍方高層，甚至乎咧係最高領袖。咁咧就會有好多咧唔合理嘅地方啦。因為如果伊朗嘅高層係真係要逃亡去中國大陸，咁咧理論上佢哋嘅航班應該一定咧係要飛係北京噶啦，冇乜可能係會係其他城市。咁澳門實在係離得咧個首都核心係太遠啦。而且澳門作為係一個特別行政區，亦都冇咩嘢咧係可以招呼呢啲咧獨裁者噶。即係話佢哋到最終，如果真係要逃亡如果得到中國大陸咧嘅包庇，咁佢哋咧都係好需要去咧係北京。不過啦，中華人民共和國夠唔夠膽真係包庇呢一個伊朗嘅獨裁者咧？其實習近平就係咧最緊張嗰個嚟噶。因為其實中國大陸咪能夠經受得起係導彈打擊，仲有精準嘅斬首戰術。其實咧都係極度誠意噶。因為伊朗其實就已經一個對美國咧極度敵對嘅國家嚟噶啦。而伊朗咧其實根本喺上一次對以色列咧嘅戰爭入邊，已經清楚暴露今時今日咧嘅科技同幾十年之前相比係完全唔相同。可能喺10幾年之前都唔使咁遠啦，可能喺7年之前咁大家都仲記得。好啦，可能好多人仲覺得個軍事嘅訓練同軍事行動就好似傳統嘅部隊，可能好似 SAS 咁樣訓練。個訓練當然冇錯，但係個問題嚟啦。如果你嘅對手可能係揸槍嘅恐怖分子，如果你 SAS 嘅打法仍然相當之有效。但係今時今日個戰爭形態已經改變，你好可能咧係完全冇辦法見到咧係敵軍，而你會見到嘅好可能係無人機喺你嘅頭上邊出現。好啦，因此其實大多數咧嘅呢啲獨裁國家，其實個資訊仲有科技咧嘅更新係追唔上呢個時代噶。因為現代嘅戰爭現代嘅武器已經唔係咁樣打仗。大家睇下俄羅斯就知，俄羅斯仍然能夠咧大量嘅裝甲車、大量嘅密集炮火去進攻。好啦，基本上咧精準度咧係非常之低。好啦，伊朗咧亦都係需要依賴中國大陸咧嘅製造嘅無人機。不過佢哋製造出嚟要想咧追到個水平有困難。好啦，如果咧再俾多幾十年佢哋咁咧，如果可以分庭抗禮都有可能。不過佢哋冇咁多時間噶。習近平自己都唔知有冇咁耐命。而且習近平咧如果面對係美國嘅轟炸，佢咪真係可以同中國大陸嘅人民站在同一陣線呢？真係好多疑問。好啦，要講翻個航班啦。因此其實習近平北京係唔會夠膽係接收係伊朗咧嘅高層噶。因為如果而家咧伊朗嘅高層真係逃亡去咗中國大陸，其實習近平最驚嘅就係美國係有藉口係對中國大陸係開戰。如果開戰而家唔需要要將100萬解放軍消滅嘅。而家打仗而家同2次大戰真係完全唔相同。你喺2次大戰如果而家係4幾年就快啦，而家都26啦不過差咗100年。如果你喺1940幾年又或者1939，你將一個獨裁者係瓦解係好困難。因為呢個武器同情報都冇咁精準，同而家呢個年代咧唔相同。好啦，瓦解一個巨大嘅國家，而家開咗好多先例出嚟啦。呢啲獨裁者要驚啦，就係只要消滅個獨裁者就相當之足夠。你與其咧要軍事佔領成個國家，最有效嘅方法仍然係喺當地係人民上街，人民建立咧係民主政權。基本上咧對西方世界嚟講都係最佳嘅保證嚟噶啦。好啦，所以啦根據咧我哋分析，雖然咧係流傳住呢個消息係伊朗客機突然之間喺澳門出現，估計咧可能仍然有係其他原因，就係因為咧包括即將開戰嘅情況在內。因此啦，可能呢一個航空本係要飛咧其他機場，但係由於係臨時個更改，就可能咧係逼降呢一個咧澳門機場噶。好可能係收到呢個咧係通知，好可能咧會對航班可能咧係會有攻擊行動。好，我哋今節亦都同大家係揭露到呢度，請各位記得繼續係節目咁 like，繼續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啦，亦都請繼續打開本台嘅節目清單，欣賞播放再播放啦。好，我哋今節時間同大家暫時講到呢度。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
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嗱，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嗱，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啊，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多謝。